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这个礼拜的今天又在这边，就是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将可以一同就是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怜悯我。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纪念主他，赐给我们在世上的每个美丽的事物，也让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知道，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也会再来。生命泉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结埋怨，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和清香为你歌唱，耶稣啊，身上车心好像我的力却能够唱，为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你面，百花开，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和清香云徜徉，为风拂过而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啊，身上车心好像我的力却能够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和清香云徜徉，为风拂过了我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啊，身上车心好像我的力却能够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创造这美丽的世界，有花香，有生命的泉源，有很多各样的万物都是主你所造。主感谢你，也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得以在这里能享受主你的美好的奇妙恩典跟丰富的恩典。主感谢你，是给我们不一样的领受，不一样的生命的创造。主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来用这首诗歌，我的盼望。多大的裂缝在你我之间，多高的山崖无法攀爬，在绝望之中我抬头仰望，宣告你名如黑夜里，穿越黑暗中你用层次爱，掀
开着眼我里的目，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写下。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谁能够设想这伟大怜悯？谁能够领略无限恩典？永恒的指望，舍弃了荣耀，穿戴我罪，承受羞辱。十架已诉说，我已被赦免，万王之王称我属他。荣美的救主，我永属于你。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到那日早晨，风靡了应许，你被掌身体有了清晰，在沉寂之中咆哮的狮子，宣告愤怒不再辖制我。到那日早晨，风靡了应许，你被掌身体有了清醒，在沉寂之中咆哮的狮子，宣告愤怒不再辖制我。耶稣，你已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再次宣告，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主耶稣，我的盼望。主耶稣，我的盼望。我们再一次的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着主你的宝血，因着主你为我们上十字架，让我们得以宣告，我们不再害怕死亡，
我们不再害怕任何的事物的捆绑。主，求主你能够让我们每个人依靠主你的力量，断开所有在这世上的捆绑的锁链。主啊，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宣告主你的名，已战胜了所有的事情。主啊，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此时，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攻读的这段圣经节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我们要看到第5节。只是你们注意来听，我来念。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梁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只是我们请蔡崇义蔡长老来证道。今天他主要为证道分享的题目是损友与真友。我们请蔡长老。我们一起来祷告。谢天，我们感谢你，在微风细雨中，在寒冷的天气中，我们仍然能够在你的面前一起侍奉，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求你纪念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的内心完全敞开，接受圣灵在我们中间，就圣灵在我们的圣殿里面做主。我们所有一切的侍奉都是荣耀上帝。由于在下个礼拜的连假，我们亲戚要到宜兰的风筝小木屋，为主你的名在那边聚集。求你帮助你的圣灵跟他们同在，所有预备的筹备的工作，所做的准备，荣耀主，特别让足球队的五位队员们能够领受主你的爱。我们单纯为了主你的爱跟他们在一起，没有任何的代价，就像主耶稣你为我们的牺牲流血救赎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为的是爱我们。让我们所有的领受都从主而来，让我们大大张口敞开我们的心胸，在你的面前荣耀你。我们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本来想说，今天看起来每次我都觉得说人应该不多，为什么？寒流好像说这2年来最大的寒流，现在今天看起来这个没办法，这个我们都要戴口罩，这个眼睛都捂掉。我才应该去花钱再换一只不会捂掉的眼睛才对。那不管了，反正我看到你们模模糊糊的就好。尤其今天我特别看到季阳长老，我跟他认识那么久，没有看到他穿那么漂亮的衣服你们特别跟他看他那个夹克，非常的漂亮特别看一下。因为我跟他认识那么久，从来没有看过。好，我们一直在讲。今天我一进来，看到那么玉芳啦、静慧啦、心灵啦、政委啊，在这边侍奉，我突然有个错觉。我觉得走入天堂的敬拜，我觉得我就是在天堂里面跟大家一起在欢唱，我在享受那个诗歌，我在享受天使们的唱歌，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之中有这个荣幸可以侍奉，然后我又那个欧巴，那欧长老在那边开始。我所以有时候对他我觉得很抱歉，因为我经常传给他，有点传给他PowerPoint，到礼拜天我又改了PowerPoint，请你谅解一下。尤其今天有一个影片，我那个影片里自己没办法 copy 出来，结果他一看，他说我们幸福小组有，就有那个影片，我就觉得心中充满着感谢。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用的是什么？敞开我们的心胸，
我们用的是什么？互相的赞美，彼此的相爱。尤其我们下个礼拜的应该下个礼拜对哈，下个礼拜的年假，27号、28号，我们亲戚我们要到宜兰去，在那边做什么？在那边荣耀主，在那边不是彼此的争论，不是彼此的批判，好像开批判大会，而是在那边享受神的爱，没有代价的爱，毫无任何的代价，为的就是我们爱你，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功课，什么神友跟真友，我们可以说神友跟义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之中少争论、少论断，而多劝导；少论断而多赞美。论断，通过刚才欧长老跟我们内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长期论断人，人家怎么在论断你们？你用什么用量器量给人？人家是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有时候手指指着人家的时候，忘记四根手指头是指向着我们。我们经常喜欢论断，那各位会问我说：那我们都不能讲话吗？论断跟劝导不一样。什么叫论断？暗的论断就是一种怀疑，觉得怪怪的，就像那个戴资颖，这是在世界那个奥运比赛里面啊，大家都认为戴资颖啊应该得到冠军呐，大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故意放水，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心？就上次我们一个高尔夫球一个女将。他们就认为说他是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开始做一些批判。事实情形还不知道之前，我们就开始去批判人家，那叫做论断。在教会、在社会、在任何一个工作上，我们最怕的是这种论断，用猜疑的，而且这种论断是什么？在损人。这种论断就是在批判人。这种批判人是什么？用抬高自己，然后批判对方。这叫劝导，在善意的知道他错了，事实证明他错了，我们怎么用善意劝导他，把他拉回来？还有一种论断是什么？是公开的论断。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叫做会员合会，现在改成合会哈，会员叫会员合会。哦，那不得了，好像在开斗争大会一样，大家都认为说我们最高的民意机构，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开合会了。哇，这边还没讲，哇，牧师你的讲话讲到我们都听不懂，这个长子都不尽心，那以前礼拜三都有祷告会，连祷告会你们都来不及，哇，开始一直批判，哇，整个像斗争大会。所以我在修改行政法的时候，觉得这个不对，就把它改成合会。合会是听取长子跟各团体的报告，而不是开斗争大会。你说我是民意？教会没有民意，教会的民意只有上帝。上帝通过这些长子汇集成上帝的旨意，就像我们的台语礼拜就要想神的旨意在哪里，汇集他们旨意来做我们整个的决策。我们说孔子有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嘛，有质有量有多闻，这个不要解释了吧？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然后旁边这个，其实我问过很多人哈，大家来念一次好不好？损者三友，哪三者？损者三友，哪三者？有有三种没问题吧？再来啦。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们有时候中文字实在是不太好念。有偏僻，那个大概比较没问题嘛，就是那个这些有人就是怎么讲不正直的啦，喜欢就是走歪路啦，走邪路的啦，有善柔就是等于法利赛人嘛，喜欢假冒为善，喜欢自己钻得很清高，那在批判别人。你看，我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我都有1/10的奉献啊！我是多敬虔，我都禁食祷告，在众人的面前，你看我祷告多大声，多有力量啊！还有偏嫩，这个是在什么？没有真才实学啊！但是蔡崇义讲道，他有没有念过神学？我讲道都比他好啊！奇怪，他们就很喜欢
就为什么要请他来讲道？要请我才对。我会讲这个实在话呢，因为以前我有听到这些声音是什么？是有一些牧师传出来说，这个教会怎么会找一个没有念过神学院的人来这边讲道？我念过神学院的人，我讲到他们才听得懂啊，才知道是神的道理。我觉得那是学问呢，不见得是神的道理。我们是要分享神的道理。我们在整个的所谓的真有，而不要做神有。什么叫真有？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说造就人的话。我们凭着爱心，现在那个心灵经常跟我讲说，他们世新足球队的队员，本来他们运动员都有一些比较冲动啊，比较暴烈之气。他们说，连他们教练都感受到，他们世新足球队的队员来到我们的教会之后，这个人变了，变得好像比较温柔，比较不会跟人家争。而且比较互相相让，他们说连的个性都改变了，那个教练自己都觉得说：“哎呦，我这些队员们到教会很好。”所以他们反正鼓励他们到教会去，那觉得他要改变。那个他的教练本身是丹麦籍的，他为什么对教会很反感？因为丹麦只要你受洗的话，就要缴那个教会税，他们是国税，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来教会是敛财的。他说：“我们教会绝对不会，我们的奉献一定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要教的是什么？我们教的是诚实的人，这些人心中坦荡，这些人不会设计，这些人不会算计人家，这些人对我们是坦诚的。我们见识多管的人，我们要见识正直的人。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行公义、好怜悯、慈悲，与上帝同行啊。”我们要的是这些人正直，可能在社会上受批判，不是同温层，但是我互相相爱。就像在幸福小组礼拜三如果你们有空，我真的在鼓励，等一下台我也鼓励你们尽量来参加。我有幸福小组的一些资料，我本来有印的放在我车上，可是我真的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到礼拜六才利用讲道完的准备的空档，又把那个欧长老整理的资料重新看了一遍哦，我真的吓了一跳资料多齐全呢！当然我们谢谢德恩兄啊，他帮我们准备很多资料，欧长老费了很多的心帮我做准备，那资料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美。每个人如果能够用心去看的话，你会发觉到你对你的灵性自己都有很大的增长。而且我觉得最奇妙的是，我用台语堂来讲，我们是去年的12月就将今年1到3月份，我们来给敏丽姐说，我们准备再来这一季，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什么？我的 PowerPoint 是先做好的，那之后我礼拜六去把那个欧长老给我们的那个小组的资料重新看了一下，我才吓了一跳。我们第二堂的讲到，几乎跟我们的那个幸福小组的内容很多是重叠，很多是一样的。神的话语就是这么多。各位想说，我们的圣经66卷，这么一本的圣经，只要每一个礼拜天都有好几十万、好几百场的讲同样的圣经，可是永远是新的。神的话语永远是新的。我们不要什么，不要那种歪门走道的朋友啊！我告诉你，你来做礼拜啊，你就会得到什么福气；你来信上帝啊，你就会发大财。信耶稣得永生，那下面就说发大财来，借钱来找我，信耶稣发大财。我觉得信耶稣真的会发大财，这发的是什么大财？那个钱是真的是有得到祝福的财富不管是金钱，不管是健康，不管是家庭，不管是身体，都是发大财。那个才是真的让你快乐的财富。然后我们不要跟那种花园教会的朋友，我们现在最怕东方闪电。我看很多的基督教社区里面，特别标题都写说，请全能神教会的朋友不要进来，拜托。全能神教会就是以前叫东方闪电，最喜欢我们尤其长老教会的会友，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再来，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我们知道会有肉身审判，但是我们都也知道说耶稣是
肉身成圣，作为人子。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东方那边的圣经有写说，在东方里面会有一个闪电，耶稣会从东方像闪电出来。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就说：“东方就是指中国，耶稣已经来了，有一个女基督，她就是耶稣再来的表现。”你们相信吗？很多人相信呢。而且我们查经以前我们礼拜五有查经，我们查经了不起是10几个、20几个。20几个就很多了，他们查经是做了满排整整的。我会发觉到说，用一些邪教的说法，反而很容易征得人家的认同。很奇怪，我们就喜欢那种很谬论、很玄、很奥秘的理论。圣经没有那么奥秘耶。圣经你训练读圣经看看，你会觉得圣经每一句话都那么的宝贵，你都懂。你都能够有亮光，你都能够体会，但是偏偏就有人会有那种花言巧语去左右你的心思。不要跟这些人做朋友，这些人会让你做一个迷途的羔羊。神女的特性是什么？还会捧自家人。选举快到了，我告诉你，欧长老他家比较有钱。有不好意思不是故意在说你们也不见得比较有钱。我的意思就是说，打个比喻，我长老比较好欺负，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选他当长老。我没有通过祷告，我们选择的长老是上帝在地上帮我们领受他旨意，帮我们做决策的。我们不要损别人，不要蔡崇利。这个蔡崇利看起来就是那个一副骄傲的脸。傲貌淡然，你看他的头发完全，我的头发跟严长老的头发是不一样。严长老有在用头脑，所以他头发比较白。那蔡崇利一看起来就是不用头脑，你看头发比较黑。这个每个他会找任何的理由来。上个礼拜，他有礼拜有讲这个，我今天不重复这个故事，有讲一个人很孝顺每天背着他的妈妈去看病，有一个人也非常的见义勇为，看到人家落水，他就赶快把他救起来，不接受人家的酬劳。这两个都好人嘛。那么一个人去抢超商，那一个人把一个老人推倒让他死掉，这是坏人呢。大家有没有意见？见过的人就不讲话。你们年轻人有没有意见？上面两个是好人，下面两个是坏人，对不对？我们就论断他们。下面一定是坏人，你看怎么可以做多的事？你看上面的人这么好，那个国家应该跟他多多的褒奖。这是同样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常的孝顺，他也见义勇为。可是他妈妈要去生病要住院，他为了没有1000块钱，他就讲超商出来的时候撞倒一个老人死掉。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们用我们的标准在判断的时候，跟神的标准的判断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在你没有经历他的环境跟遭遇以前不要论断这个人。我们有时候就想说你应该怎么样你看这个我多虔诚，我从林口下雨这么寒冷，我还开车到中兴教会来做礼拜。今天开车来的人都会经历到那个停车的痛苦找不到车位因为下雨，你看好多人停在那边。我本来看到一个停车位要去停，看到一辆 Yaris 一个小姐在那边，我想算了，就让给她。我绕了老半天，还好我们有个停车场，花钱就有。我再想一想，我如果坐计程车来，跟我停车场的钱应该差不多。下次我就坐计程车来好了，连停车都不必想。但相对的，我们在没有知道这个人，没有身处地替他想的时候，没有知道他遭遇之前，不要随便论断了。就像一个先生刚拿到驾照，买一辆新车，好高兴，太太我载你出去玩，带着以前的车都还要打档太太就在旁边开左边一点，你快插弯道了开右边，那太太开第2档开第3档，那整路被他太太一直念。我想各位先生开车都有这个经验吧？他说不用开的你要开慢一点你这个好危险你这开了整台车我今天刚拿到驾照，刚买到车，你就让我开你的开太慢了，龟速你看人家一直跟你扒了。
到晚上轮到他在煮饭，他先坐在旁边，太太啊，你这个要炒2下，你这个要多加一些盐，你这个要多放油，你这个一直练。他就说煮饭你不要吵我啦，让我好好煮。你说可是我开车你也吵我啊。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互相用我们的意见在论断对方？你这样是错的，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我们都忘记，我们能不能彼此的尊重？所以上帝真奇妙，他不希望你论断，因为他总是把那个最贵重的东西赏赐给那个勤劳的人，赏赐给那些默默做事的人，赏赐给那在教会的服侍，为了教会的服侍，他不开口不张声。我想玉荣，你今天很早就出门了吧？玉荣这边很远嘛哈。玉荣，你几点出门？玉荣在哪边？玉荣，你今天几点出门啊？7点多就出门，反正起来也不必刷牙，我就直接出门，就很早了。可我看他唱歌，我看他很高兴他唱得很快乐为什么？这种侍奉，这种荣耀其实我昨天晚上也没什么睡，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今天怎么样去浓缩我的整个的讲道。但是整个我还是认为说，上帝要赐恩给你勤劳的人，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我们就要默默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相对的，上帝会把失望留给这些怠惰的人。下雨算了，上帝今天请假一天，在家自习，看好消息，做礼拜可以了。如果是疫情的话，我们现在都是直播嘛，现在没有疫情。就希望你来，当然老年人生病的人，我们不希望他来，因为在家里他也是比较安全，我们还是顾虑他们的安全，上帝能够体谅他们。但相对的，往往珍珠是藏在什么海涛之下，也就是那种蚌壳，珍珠蚌壳里面最大最漂亮的，一定是波涛汹涌的海浪里面。我们看到黄金。你不会在路上捡到黄金，那个黄金一定是埋在什么？一定是埋在多岩石很难开采的地方才可以看到黄金。所以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上帝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在乡下有一个农人，养了很多乳牛，所以他们做乳酪。那乳酪会多的，他每次就会到城里面卖给这个商店1公斤的乳酪。这个人就是很老实的一个人，所以山的店主也都不怀疑他，每次都跟他收了一个，都收下来就付给他钱，收下1公斤乳酪付给他钱。有一天，这个老板觉得怪怪的，就把他乳酪放到秤里面一称，说：“哎呀，才800克，我跟你买的是1公斤呢，你怎么给我800公克？少了2成只有8成。”他就到告官，就提起诉讼，法官就传来，你有没有卖给他1公斤乳酪？有啊，是不是这一块？是啊，来半称拿来称，你看才800，你什么时候不老实？你诈欺。他说不好意思，我家那个磅秤坏掉只能够平衡而已，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磅秤的数字已经看不到了。那你怎么知道卖给他是1公斤？他就这个样子。我每次要卖给他之前我会先去他的店里面买1公斤的麦子，因为他家有在卖面粉，我就买了1公斤面粉回来以后，我就把那个面粉放在我家的那个坏掉的磅秤里面，那我就把我的乳酪只要跟那个磅秤一样的重量，我就觉得它是1公斤啊，因为他卖给我就是1公斤的面粉啊。结果那个法官、审判官就一直看那个店主，说你们没有每次卖给他，先卖给他1公斤的面粉。店主头低下来，有。那他也卖给你1公斤的乳酪没有错啊，他用你那1公斤的面粉给你1公斤的乳酪。对不起，我不要告他了，我们回去，我们2个和解。当你在指摘别人的时候，你往往是什么？将你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所以你告诉我们你怎么论断人啊？你要怎么样被论断？第二个，什么叫属灵的眼光？叫属世的眼光。
我们在论断的时候，我们又往往讲一句话，我用圣经的话来劝勉你，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嘛。可他爱心把它去掉，他只说诚实话，他自己认为的诚实话，那叫属世的。我们经常圣经的知识非常的饱满，圣经背得很熟，但是圣经背熟到哪边？熟到嘴巴跟熟到眼睛而已。顶多在脑中记忆，没有在你的心里。圣经不是让你背，圣经让你背很好，但是你要背是背到你的心里面去。圣经的每一句话是在心里面呐，把它活出来才叫圣经的话，才叫上帝的话语。没有活出来的话，那叫做学问。学问懂不懂？懂啊！我们念过书的人，我们在大学当过教授的人。看圣经，当然看得懂啊，看得懂不见得懂圣经呢。你知道圣经的话是什么，你会背圣经的话，但是你没有活出来，你没有把它内化的话，那个不叫上帝的话，那只是文字。1600年所写的圣经，40几个作者写的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对的，但是你没有每一个字放在你的心里。我们将用史书的眼光，我们史书的知识里面，哇，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怎么这样，那开始批判人。圣经说你不能这个样子，圣经说你应该怎么样，圣经说你，而且可以引经据典哦。我曾经跟某一个人在辩论，他不相信我们基督教，但是他很熟圣经。那我没有跟他辩论，我只是笑笑，然后他一直讲，就把圣经一段话拿出来，你看。你们圣经不是有问题吗？马托沙拉活了969岁，荒唐。我觉得那很荒唐，我可以解释给你听啊。那我跟他讲完之后，他还是水分为上下。当时是一个温室里面的环境，活到969岁有什么大不了？什么洪水40天，怎么可能灭了全世界？我们下40天都不可能嘛，顶多燕巢的地方，顶多台南归仁的地方淹水，怎么可能将全世界都淹灭掉？我们看圣经，还有说太阳停止1天的，还有倒回来的。圣经哪一句话是对的？圣经有问题耶！现在科学家证明你圣经想的说太阳停1天了，所以算一算，说真的太阳只能停1天呢，又停了1/10刻，倒退1刻。每就要经过天文学家去算才说圣经是真的。就像我讲 COVID-19 的旧约里面就告诉你怎么样去预防 COVID-19， 只是你不听我们常常用属世的眼光去当属世的审判官，我当法官呢。我们有时候常批判，你看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怎么，然后回来跟我太太讲，你看那个多坏，那个怎么，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人怎么那么可恶，去抢超商，又把一个老人家打死掉。可当你知道那个实情是什么，是这个老人家为了他的妈妈少了1000块，他救人家包了一大包的红包，他都没有拿。他不是爱财的人，只是他没办法，他的妈妈已经快死在医院里面，要急救，要保证金了，所以他不得不去抢1000块，出来不小心赚到这个老人死掉。难道我们知道是真相之后，我们还要做批判吗？我们批判是人的批判还是神的批判？我们是人的论断还是神的论断？是属世的论断还是属灵的论断？我们做的是属灵的论断呢。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论断，而是用属灵的眼光来劝导。什么叫属灵的眼光劝导？真理里面叫我们要柔和，要谦卑，不要争了啦。那个人可能讲话得罪你没有错，你跟心里很不高兴。就像我记得我刚去台北地方法院的时候，有一次跟我太太，我们2个人，我们就一起，以前都会出去玩嘛，就是那个做以前都会自强活动。我带我太太，结果一个女的检察官带一个小孩，很漂亮，我太太。当然我们就很自然的，哎呦，你的小孩好漂亮哦，哎呦，你有几个小孩？这是老大还老二？就那个人很尴尬，我赶快把太太讲一讲，他还没有结婚呢，那是他妹妹的小孩。
可是没有，我们一直跟他道歉，那就是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用属灵的眼光去劝导，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你唱的声音就声歌对，声就会比我大？哎，你那个不一样，你声要唱小一点，你这个不对，你那个音走调，你那个怎么样？像今天政委啊，来打鼓，我发现今天唱歌声音就觉得很好听的感觉呢。哎，祖林啊，不是政委祖林啊，因为我就看到政委，因为他要结婚了，结婚所以特别对，因为你要结婚特别讲你啊，可以吧？看到祖林上面打，心里上就觉得那种感动不一样哎。政委，我今天让你4月9号结婚，你要穿得漂亮一点，我跟你。所以相对为什么那种感动是什么？因为他们在付出哎，他们为了上帝在打，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才能在打，那不一样的。我们要成为什么属世的眼光？我们来说批判。第二个论断，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冒、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尤其我特别要讲嫉妒。我们自从吃了善恶果之后，魔鬼将我们嫉妒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见不得人好。我们很容易去批判，见不得人好，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比我赚多钱？这个人怎么儿女比我更多？我们很喜欢比较，我们非常见不得人好。就算教会里面，为什么他可以当长老，我却是不能当长老？我的教会的选举长老的事情闹了老半天，我都跟他们讲说：拜托，你们不要这么闹好不好？我的长老给你当，我到任何个地方，我都希望说我能够好好服侍就好。当然，我不是说做长老不对，我也很喜欢在那个地方做长老，但是因为我经常是没办法定下来的人，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的是造就人的话，用爱心说成实话，而不是在批判，我不是在论断，我不是在指摘而指责。第二个，我们不应该论断，因为你在论断，你怎么去论断人家是怎么论断你呀？我们为什么只看到那个我们兄弟中的那个来个的油啊起，就是那个只有一根小刺，你眼中的梁木你都看不到。当然这是形容词啊，眼中不可能有梁木，但是就是说你的自己的缺点那么多，你完全都看不到。就像英国有一个烟囱理论，因为英国在欧美有很多都是小孩子才能够去清扫烟囱，因为烟囱都很小，小孩子才能够爬进去。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小孩子这样爬进去之后，出来以后他就把脸洗一洗之后，那时候他们一起玩，他就一直看着他的弟弟说：“弟弟呀，弟弟呀。”说干嘛？哥哥怎么样？你好脏呢。说不会啊，我看你很好啊，我怎么会脏呢？就进入烟囱以后，大家都很脏。我们脏烟囱理论，我们自己很脏，可是有时候大家一起出来就哈哈哈哈！你看，你的身体脏得要死。我们忘了，我们自己也是爬烟囱的人，我们自己也很脏哎。就像一个太太一天到晚就是看那个对面，一直跟他先讲，这个王太太真的是不像话。你看洗的衣服从来没有洗干净过，一大堆的污点。你看那个衣服，你看那些白色的衣服，好多的点。你看那先生本来还是不太理他，在忙他的事情，他讲得很烦了。先生就站起来，把他们家的玻璃擦一擦。擦完之后跟他讲说：“太太，你再看一次好吗？”他家又是干净的，他家的玻璃是脏的，看出去的东西都是脏的。就像我们说怎么去试验那个蛤蜊是好的还是不好？那他们的方法就是拿一个蛤蜊敲一下，那个声音的锵那是好的，脆那个声音的懵的那就是坏的蛤蜊。那一个人就拿一个蛤蜊开始试。奇怪，这蛤蜊也不好，那个蛤蜊也不好，一直试的。老板跟老板讲说：“你家的蛤蜊怎么都那么差？”那么笑一笑说：“你刚好捡到一个坏的蛤蜊，所以你再怎么敲那个蛤蜊都是坏的。你要拿一颗好的蛤蜊去敲，蛤蜊才是好的。”我们要论断，真的要注意，越是污秽的人，我们越容易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他的污秽，就像烟囱理论一样，身上越脏的人，越看到人家的脏。如果越圣洁的人，反而看到的人都是好的，所看到的人都是好人。我们又看不到自己身上缺失的人，我们没有资格去批判别人呐。我们要先反省自己耶。
看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缺失没有？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缺失，我们怎么去论断人呢？我们有没有先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不是？我们在挑剔别人过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可能犯了更大的过错？尤其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因为大家很紧密的在一起，可能有时候大家互相为了某些的小事情、一些小细节，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为了某个弟兄、为了某个姊妹、为了某个牧师在讲道骂过我，这个教会我打死我都不踏进去。我都觉得你奇怪，你是为上帝在做礼拜，还是为了自己在礼拜？所以喜欢批评别的人，其实另外一个角度，他是自卑感很重，因为他自己本身就表现是他的缺失。所以不要说我们要跟罪人妥协，那说这不能论断，都不能讲话。我也没有说我们要原谅那些姑息，要隐匿那些犯罪。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在这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眼中的梁木除去。我们有没有成见？我们自己有没有成见？我们在讲别人之前，我们自己有没有成见？所以保罗先生讲说，那个那些愚昧、那污秽的事情，我们当然要指摘他们啦。但是用什么？用爱心做成书话去劝导他们。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是要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一对情侣，他们两个划着那个双人的木艇出去玩，在大海中玩的时候，突然那个艇坏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就抓住这个浮艇，就看前面的两个在抓住这个浮艇的时候，那个后面有一只大鲨鱼跑来了，那怎么办？那个男朋友就跟他讲：“你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他说：“你怎么保护我？我有一支童子军刀。”那个女就想：“你童子军刀对那个鲨鱼有什么用？你放心好了，我有童子军刀，我一定保护你的安全。”所以他看前面有一艘货轮的人一直跟他们挥手，叫他们赶快游过来，一直指那边有鲨鱼啊，那边有鲨鱼啊。那个男的女的一看到鲨鱼啊，就拼命在游。突然他发现那个男的就把他的那个两个那个刚他们做的那个浮木，就是可以抓这个游泳的东西抢过去，自己往那个后轮一直游。那个女的在那边游，一直很生气。你不是说要保护我吗？这男的一直游，突然那个鲨鱼全部往那个男的攻击。那个女的因为往那个男的攻击，所以那个女的就是很顺利的游到游艇上面去。她很生气。但是我有怎么交到这种男朋友？只顾自己的生命，只顾自己的安全。这个男朋友我不教他，死了活该。那个艇长拿着望远镜，就跟那个女孩子讲：“我们全部的人都在上面，我们看到你的男朋友拿着童子军刀，把身上划了一刀，血全部流出来。鲨鱼看到血是什么？一定追逐啊！你们看到鲨鱼全部是追逐你的男朋友，你男朋友是被鲨鱼这样，因为他们全部在咬你的男朋友，所以让你有时间可以游到游艇来。”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身上割一刀，让鲨鱼来攻击，他为我们而死。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论断人呢？我们的主耶稣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你何必？你是神啊！你只要说他们不对就不对，你从十字架钉你都钉不死。”他要的是什么？牺牲自己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得到那种白白的恩典，那种美好的恩典，那种有爱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站立起来，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讯息。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
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现在天，我们很感谢你。我们在各自之中，我们知道我们有你的爱满满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说造就人的话。我们不要因为论断，然后让你的爱在这些未信者，在你的兄弟姐妹之间产生的嫌隙。我们将你的爱完全的付出，让我们体会，让我们见证主你的爱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此时，请大家依然站立，我们要以奉献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新圣诗303首，主，我要赞美你。请坐。这是我们要来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首先将我们今天的华语礼拜的金句来念2次。那我们今天要念的华语礼拜的金句是出自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的这段圣经。我们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念。因为有你们什么论断人，也必想要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论盖的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再一次，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那下礼拜的主日圣工轮值因为下礼拜刚好是遇到就是联合礼拜，就是和会礼拜，所以说下礼拜的轮值圣工轮值人员的话，我们就参考台语礼拜的那个圣工轮值的名单。然后消息报告部分，这边简单针对3点部分跟大家做报告一下。就是第一点的话，就是2月27号，就下礼拜天，我们有联合礼拜典礼。那礼拜的时间是早上10点开始。那在礼拜当中的话，我们会举行我们王圣和弟兄的成人洗礼跟圣礼典。那会后的话，我们会召开2022年度的一个定期和会。然后再来就是下个礼拜的一个夫妻团契的一个活动，这边联络，就是下礼拜2月27号夫妇团契这边会有邀请，就是我们的许屋美女、林文玲还有钟一琴3位姐妹的话，在夫妇团契的时间的话，会做见证分享，请大家会有一同参加这个见证的一个活动。然后再来就是第3点，就是本会的话，政委弟兄的话预定跟圣城宜安姐妹的话，预定在4月9号，就礼拜六，在台北浸信会仁爱堂举行婚姻
结婚典礼，然后在下午的话5:30的话，会在金色山脉美丽华酒店举行婚宴。那请参加的会友的话，可以在我们那个后面的公布栏那边有参加的个会友的登录名单，然后请大家来登录，然后以便于他做统计人数的统计。然后再来就是我追加一点报告，就是说，刚才那个我们蔡长老也有讲，就我们现在教会的话，就是在做一些那个幸福小组的一个训练。那实际上在这边的话，我也很鼓励，就是说我们在华语礼拜的一个会友的话，只要是有空的话，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我们现在目前时间的话，是在幸福小组的一个训练的话，是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7点半。那我们鼓励大家说一起参加，因为，当然刚才蔡长老这边刚才讲的，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实际上我说整理了很多资料的话，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说每次去整理这资料的时候，最受惠的最大的是我自己。那实际上我在这边觉得这个幸福小组鼓励大家去参加，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接受到主的很多恩典、很多平安、很多幸福，但是我们常常有个状况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把它传递出去给其他在教会外的一些朋友或者说亲人，可能他还没有信主的人。那幸福小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群体式的生活式的一个布道的活动，而且它不是一天，它是8周，所以说让他们慢慢去感受这个来到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或快乐感。所以说很鼓励大家说，就特别华语礼拜的同工的话，只要是有时间的话，能够参加每周三7点半的一个幸福小组的活动。好，这个东西再特别再补充报告。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代祷事项的部分。那代祷事项的话，我们依然的话，为了全球的疫情能够休止的代祷，然后再来就是针对亲戚这边的话，会在下礼拜2月27号这边到宜兰做他们的那个退休会。那退休会里面的话，特别这次的一个题目的话是在这城市找到自己的一个退休会活动。然后这次的退休活动里面，我们也很感动，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话带领了世新足球队的5位的那个球员的话，一起回来参加这个退休会的活动。那就像刚才蔡长老讲的，这5位球员到了我们教会了以后，他们整个的那个氛围都变了。我想这个是上帝透过我们的手，然后透过我们跟他相处的方式来去感动他，让他做了这变化。所以说我们特别为了这个活动等下来做代祷。那再来就是为我们教会的2个家庭，一个是陈昌仁弟兄的家里，还有那个许屋美女姐妹的一个家里这边的他们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工作来做代祷。然后我们起立一起为这些事情来做公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再一次引导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里面，让我们在这边齐心聚集敬拜你。此时求你听我们软弱的祈祷，求你医治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求你医治我们心神和肉体，使我们有强壮的身躯和健全的心理，来面对主你所为我们安排的每一条道路。怜悯人的天父啊，我们要为教会内身体软弱、内心有煎熬的会友代祷，求你怜悯他们，医治他们，并赐下安慰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要为着在外地求学或者因为工作的原因今天没有办法来到这里敬拜你的会友代祷，求你看顾他们，扶持他们，并赐下平安在他们身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在此同心合意的来祈求主您眷顾
复兴我们中心教会。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所兴起的所有教会的事工，能够利益到人，也荣耀的主名。我们这样的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持续站立，唱颂咏诗歌新圣诗392首。颂咏完后，我们请蔡长老来为我们祝祷。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之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门。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将他的恩典及他的爱浇灌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上帝的恩惠慈爱永远伴随着你们，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此时我们可以请各位会友，我们起立，然后我们来跟我们左右的会友来到平安。等到你结婚的时候，我就会每次都讲你，好不好？那些政委是居于这是当红炸醒目的很红的地位。